Hi，大家好，我係 Bob，歡迎你返到嚟5分鐘計量經濟學。呢個係一個專注於介紹基礎嘅計量經濟學概念同估算方法嘅節目。今日我哋會一齊嚟睇下 R-squared 決定係數。喺任何嘅統計軟件，例如 Stata 嘅回歸結果當中，我哋都會睇到 R-squared 決定係數。R-squared 係衡量以合度或者解釋力嘅指標，有時都被稱為決定係數。佢衡量嘅係模型當中嘅解釋變量 x 能夠解釋結果變量 y 變動嘅程度。R-squared 嘅定義係解釋平方和除以總平方和。分子解釋平方和衡量嘅係預測值 y hat 嘅變動，亦即係由解釋變量 x 所造成嘅變動。而分母 SST 衡量嘅係 y 嘅總變動。因此 R-squared 係解釋變動佔總變動嘅比例，可以解釋為樣本當中 y 嘅變動有幾多比例能夠被 x 所解釋。由於總平方和 SST 等於解釋平方和 SSE 加上殘差平方和 SSR， 我哋都可以把 R-squared 寫成1減去殘差平方和同總平方和嘅比。我哋可以手動咁樣計算 R-squared， 不過統計軟件通常喺估算之後自動報告 R-squared 值。下邊係一個例子，我哋對有環保標識嘅蘋果嘅需求進行回歸分析，用環保蘋果嘅價格同一般蘋果嘅價格嚟解釋對環保蘋果嘅需求。Stata 報告嘅 R-squared 值係 0.0364， 表示只有 3.6% 嘅需求量嘅變動係可以由呢兩個價格變量嚟解釋嘅。我哋仲會喺一般嘅 R-squared 值嘅下邊睇到調整後嘅 R-squared 值。調整後嘅 R-squared 係依據自由度進行調整得到嘅 R-squared， 佢嘅定義係咁樣嘅。同一般嘅 R-squared 相比，調整後嘅 R-squared 對模型中加入額外嘅解釋變量施加咗懲罰。從公式可以知道，調整後嘅 R-squared 通常比一般嘅 R-squared 細。喺其他條件唔變嘅情況下，如果解釋變量嘅個數k 增加，調整後嘅 R-squared 就會下降。喺我哋嘅例子當中，調整後嘅 R-squared 值係 0.0335。關於 R-squared， 我哋需要知道佢嘅大細同 OLS 估計量是否無偏係冇關係嘅。OLS 嘅估計是否無偏，關鍵在於零條件期望假設是否成立。只要零條件期望假設成立，不論 R-squared 大定係細， OLS 估計量都係無偏嘅。翻到嚟我哋嘅例子，如果蘋果嘅價格係隨機咁樣分配俾消費者嘅，亦即係話解釋變量就唔會同任何影響需求嘅可觀察到嘅或者不可觀察到嘅因素相關。呢個時候零條件期望假設成立，即使我哋嘅 R-squared 值非常之細， OLS 估計量仍然係無偏嘅。
從 R² 形式嘅 F 統計量公式可以知道 ，R² 嘅相對變化決定咗新增解釋變量嘅聯合顯著程度。喺構造 F 統計量嘅時候，我哋會使用限制模型嘅 R² 以及非限制模型嘅 R²。例如喺我哋嘅模型當中加入家庭收入同顧客嘅年齡，檢驗呢兩個新增嘅變量嘅聯合顯著嘅 F 統計量等於 0.65，P 值係 0.52。佢表示收入同年齡喺任何嘅傳統顯著水平下都係非顯著嘅。我哋亦都可以手動咁樣計算 R² 形式嘅 F 統計量。非限制模型即係長嘅模型嘅 R² 係 0.0383， 限制模型短模型嘅 R² 係 0.0364， 兩者非常接近，因此 F 統計量好細。要注意嘅係喺 F 統計量當中，我哋使用嘅係一般嘅 R²， 而唔係調整後嘅 R²。最後，我用3點嚟總結今日嘅內容。第一， R² 嘅定義，佢係 y 嘅變動當中由 x 所解釋嘅比例。第二， R² 同 OLS 估計量嘅無偏特徵無關。R² 嘅大細唔會影響 OLS 是否無偏。第三， R² 嘅相對變化可以用嚟構造 F 統計量，以判斷一組變量嘅聯合顯著程度。好多謝你收睇呢一期嘅5分鐘計量經濟學，我哋下期再見。